电视戏曲激情碰撞，荧屏内外非常有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钱云，欢迎您收看今天的非常有戏。上世纪80年代初，以袁雪芬为首的老一辈越剧艺术家回归舞台，带来了越剧演出市场的再度繁荣。但是越剧界的有识之士却非但没有欣喜，反而产生了忧虑，因为越剧十姐妹那时候都已经50、60岁，即使比他们小一辈的吕瑞英、金彩凤等著名演员，也都已经40、50岁了。以青春靓丽著称的越剧，急需培养新一代的传承人，来扭转因为10年动乱造成的越剧演员青黄不接的现状。与此同时，为了满足电视观众日益提高的欣赏要求，上海电视台也在寻求戏曲和电视新的结合点。1984年，刚刚创办的大舞台栏目，在几位青年编导的策划下，在电视上发布通知，利用电视传播的优势，组织江浙沪越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为越剧青年演员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艺术才华的舞台。好像人安静，水如羊的腰，无用羊的力，一枝花粉长得没有影，要你三四五六，还是嫁个皮蛋开。古代美女鸦片叶，我在迷魂城里做神仙。我以为这是花花好世界，哪知道背后杀人血波溅。我头几十万没有钱，那当我谁把心上边？千种妩媚一别人，一张笑脸比恶脸，从此踢出大门外，我到此良心谁发言？喜爱越剧的观众朋友都知道，著名越剧演员赵志刚就是由于在1984年的第1届江浙沪越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中力拔头筹才脱颖而出的。在1984年参加比赛的众多青年演员中，赵志刚是为数不多的主演过大戏的后起之秀。他的唱腔在继承尹派的基础上，或多或少有男性不同的处理，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观众基础。在1984年的第1届江浙沪越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的2等奖名单中，名列第1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越剧演员钱惠丽。当时他是代表浙江诸暨越剧团来参加比赛的。钱惠丽是当时参赛的青年演员中实践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越剧小生。在1981年转为诸暨越剧团的正式演员后，他就挑起演出的大梁，先后主演了《红楼梦》《碧玉簪》等剧目。1983年来上海演出《红楼梦》时，得到了徐玉兰老师的指导。上海演出一炮打响，
不久之后，他又正式拜徐玉兰为师，继承徐派艺术，并在1988年正式进入上海越剧院，成为红楼剧团的领衔演员。下面为大家演唱的是浙江诸暨越剧团35号钱慧丽。钱慧丽曾经在昨天的首场比赛中为大家表演了折子戏《红楼梦》中的金玉良缘，今天她为大家清唱《碧玉簪》中的送凤冠。夫人，我的夫人啊，全气休要将我远，且听玉林来相劝。当初宁此你当我父，无本事新婚也情良缘，独自为朋友失其言，你要家少情事推玉转，他诚心插腮，我夫妻呀，害得你我化作子言不团圆，奸人投机他中大路，用尽心机也枉算，此今日眉不下月更与是我与你夫妻从此再团圆。夫人啊，过去之日你莫再提，跨水关高来见凤冠，我凤冠碰得上水帅，你呀里的两腿软，千言万语去相劝，他的爹不肯回心转，没转身来朝上关，即大家举手做旁观，上如有无高大人，我只得根据有无去送凤冠。1984年和钱慧丽同获2等奖的，还有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那就是上海越剧院的著名演员单养平。单养平参加第1届江浙沪越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时，还是桐庐越剧团的主要演员。他出生在浙江农村，是徐玉兰和王文娟的电影《红楼梦》豁然打开了他的艺术视野，让他从此与越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在1984年江浙沪越剧大奖赛时，这位被人称为丽质天成的古典美人，便以一折黛玉葬花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被称为越剧之星。
也就是从此时起，他正式成了王文娟老师的入室弟子和传人。花落花飞，碧墨天。
1984年成功举办第1届江浙沪粤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之后，大舞台又在86年举办了第2届江浙沪粤剧青年演员汇演，同样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时演员得奖分数分为2个环节，一是专家打分，二是观众评选。而观众评选的选票是印在每周广播上的，观众要投票，先要买报纸，然后剪下来，选出自己喜欢的演员后，还要自己掏钱买邮票寄到上海电视台。整个过程完全不比现在的选秀节目，只要动动手指发个短信这么简单。但即便如此麻烦，在首届大奖赛公演了5场之后，江浙沪城镇农村参加投票的观众达15万人。到了第2届大奖赛时，公演7场，收到选票达17万多张。据说，为了统计这些选票，电视台工作人员全体总动员，日以继夜地拆信计票。在1986年的第2届江浙沪粤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上，舟山地区粤剧团的青年演员王志平以《春香传》当中的一折和《红楼梦》葬花一段清唱，一举夺得大奖。那一年，王志平只有19岁。
王志平在获得第2届江浙沪粤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冠军的这一年，正式加盟上海粤剧院红楼剧团。4年之后，王志平从粤剧院辞职去了日本，从此远离舞台，直到1999年5月才重回上海粤剧院。重回舞台后的王志平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给自己选择了一个极有难度的题材《蝴蝶梦》。王志平用细致投入、富有激情的表演，成功地塑造了田秀，一个知书达理、对爱大胆追求、对事物敏感洞察的古代女子。2003年，《蝴蝶梦》被拍摄成粤剧电视连续剧，这也是粤剧与电视的又一次牵手。夫人，你先生。落水绿，娘你我自己原来不记仇。
1986年举办的第2届江浙沪粤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中，还有一位赛前默默无名、不被看好的青年演员，却顽强地依靠着扎实的基本功和文武兼备的表演，出人意料地夺得了表演3等奖。他就是1986年刚刚组建的绍兴小百花粤剧团，同样年仅19岁，却没有多少舞台表演经验的吴素英。吴素英1983年才考入刚刚创办的绍兴县戏曲培训班，到1986年参加比赛，学习时间总共不过3年。和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演员比起来，他的资历很浅。吴素英自己曾经回忆过比赛前在上海的经历。他说，当时在比赛场馆外有一块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参加比赛的演员的名字。他听见前面2个阿姨在议论，说吴素英是谁，听都没有听说过，她也来参加什么比赛，早点回去算了。吴素英听后很受打击，但随行的老师安慰她说，人家说你是因为不了解你，你只要好好表现，就一定会让大家对你刮目相看。从此吴素英憋了一口气，要在比赛中展示她精湛高超的武功基础。在《白蛇传》稻草一折中，她从1人多高的高台上腾身翻下，让看惯了绍兴文戏的观众发出阵阵惊呼和雷鸣般的掌声。上海的观众从此记住了这个文武双全的小姑娘，也知道了绍兴小百花文武兼备的艺术特色。在第2届江浙沪粤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的得奖名单中，几乎所有得奖的演员都是隶属于各个地方粤剧院团的，却有这么一位得奖者，他的隶属单位写着上海市戏曲学校粤训班，也就是说，他只是一名学员。一个学员怎么可能在有着众多专业演员参加的比赛中得奖呢？他到底有什么能耐，又是何方神圣呢？这个2届比赛中唯一一个以学员身份获奖的粤剧新秀，名叫张瑞红。大家可不要因为他的学员身份而小看了他。实际上，早在1979年，他就进入台州粤剧团学艺，主攻范派小生。张瑞红天赋的好身材、好扮相、好嗓子，加上自尊好强、聪敏好思的天性，使他很快在同班同学中脱颖而出，成为剧团的当家小生，并被提升为剧团的副团长。那时他真是剧团的骄子，有戏演，有房住，也有不错的待遇。但他并不因此而满足，他想进一步充实自己的艺术家底，以便更上一层楼。
1983年，台州越剧团送张瑞红到浙江艺校培训。在培训班结业公演中，张瑞红担任了一个主要角色。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和其他一些老师凭这出戏一眼相中了这位来自浙东山区、长着一双活灵灵的大眼睛的女孩。而对范派迷恋数载的张瑞红也终于得到了范老师的赏识，并正式接纳为学生。当时张瑞红的兴奋之情不言而喻，他来到了上海，来到了老师的身边。他本来可以直接进剧团，却因为想要扎扎实实的从头学起，而毅然选择进了戏校。也就是说，张瑞红在参加比赛的1986年，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有着多年舞台经验的年轻的老演员了。今年23岁，龚晓生师承范派。今天他演唱的是《孔雀东南飞》中的雀玉。娘子，你晓得没？这清真四角绣鸳鸯，假意纱帘谁所想？碧落的情是谁？娘子的真词是我深深去过银岗庄，青铜镜照彩里墙面娘子，你生得美娘子生从落叶要见为他红花轿，娘子坐下扎丝履，头上自作要不语，娘子要扎6万锁，耳边牛环摇摆明，十指尖尖引他看浅浅的西坡，风把泪娘子，不是也罢。
我有话说了，听说你13岁到能走数，30月对谁一苦，谁无一朵大空儿，谁落下边做师傅，失去与我成夫妇，偏是我共在海陆江湖，恨不能与妻长相过，原来子啊你莫言顾及莫言哭在经历了2届大奖赛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之后，1990年，上海电视台第3次举办霞飞杯江浙沪闽粤剧青年演员电视大赛。在这次比赛中，绍兴小百花粤剧团再次成为观众瞩目的焦点。来自绍兴小百花粤剧团的副派花旦陈飞和范派小生吴凤花双双获得了粤剧新星的称号。绍兴小百花粤剧团文武兼备，刚柔相济，陈飞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陈飞的情探行路一折，在继承了傅全香老师表演的基础上，揉入自己扎实的基本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舞台绝活。他的水袖神形兼备，像是在飘舞间诉说着人物心语，也因此他的行路被誉为天下第1路。教会你还是也忘了你的署长，命案去到北京，这那王魁去走，也有孤魂拜相。平静人做那百姓。
原来是黄河东去，咆哮是想起了东汉时，改汉山贼赵母娘，揭发暴徒朝公婆的盆。霞飞杯江浙沪闽粤剧青年演员电视大赛，这个“闽”字成为了1990年大奖赛的新看点。王君安、黎敏等福建芳华粤剧团青年主演的参赛，像一缕清新的南风，吹进了粤剧观众的心中。当年的尹派新秀王君安，10几岁便考入了福建芳华粤剧团。长在尹桂芳大师身边的他，近水楼台先得月，再加上天资聪慧，气质清丽脱俗，使他总能更进一步地贴近尹派，贴近角色。这颗当时的新星，在霞飞杯电视大赛之后，更加熠熠闪光。三太，这不就是观音堂吗？是啊，是啊。起。喏，这正是巨苦巨难的观音塔是。是观音塔是巨苦巨难的，真是巨苦巨难的。此次小生倒要多拜几拜呀。家前人拜大师，往日有缘无此告，今朝有缘说心事。我是有家有业无丧气，有财有身无瑕疵，只不为皇上的愿心困三月无乐趣，幸福一度好，靠近四度有种子，一气之下离家门，今生是不见丈人，此情我是有家家难归，有心心无知，有事事难忍，有情记不知，举头杀举不见那举才是。大是他被把良缘赐，一好啊，财星财高财飞富，再可怜两半生死养苦。
难道你还无动于衷吗？唉，言一重，心一静，且用高思。你要走了？不走，有的时候。沈相公，负责。沈相公。莫当我无情非相知，怎奈是烦闷痴痴，思来相公啊，今生欠下你恩爱在，要报深情。富贵未必是新贵，来日可进也可用，万路能数也能开。传家之宝，牛蜻蜓，生于青青苍白带，蜻蜓点水，声声断，只因相离。王八山，龙门佛门，见空去，莫教道理，空掉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当年的粤剧新一代正是通过电视台举办的一系列电视大赛而迅速成长起来的，不但走进了大众视野，更走进了观众心中。当岁月的年轮飞转到21世纪的今天，当初的新人也已是人到中年，粤剧需要把更年轻的接班人推向观众，推向市场。这一次，戏曲和电视又将以怎样的形式结伴同行呢？在下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电视戏曲激情碰撞，荧屏内外非常有戏。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